高速上我开了定速巡航，可我发现刹车不管用了，无论我怎么踩刹车，时速都保持在100公里。前面右边是一台大货车，而左边是一台在超车道上龟速行驶和大货车并排的白色轿车。老婆在后座喂饱饱吃零食，她见马上要撞了，问我怎么还不减速。我回过头看着她，我在后视镜看着她的眼睛，苦涩地说：“你系好安全带，抓好把手，还有我爱你。”随着我拼命按喇叭，老婆已经预料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前面的车子依然在龟速行驶，看它的时速大概只有70多。我恨透了在超车道上龟速行驶的车，我喇叭不敢停，那白色轿车总算微微提高了速度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白色轿车的刹车灯忽然亮了，它前面明明没有障碍物，可它却嫌我按喇叭烦人，故意刹车来吓唬我。可问题是，我根本没法刹车啊！轰的一声，我的车直接撞了上去，车子剧烈一晃，老婆抓着把手，我也紧紧握着方向盘。如果我偏离车道，会被旁边的大货车卷进去。多亏着白色轿车本意是想吓唬我，车主估计是瞬间踩刹车又换成油门，所以当我撞上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吓了一跳，把油门踩到了底，往前拉开距离。我们超过了大货车，那白色轿车的车窗摇了下来，一个男人朝我招手，嘴里还在骂着什么。他开始往旁边车道靠，要我停下来。我老婆摇下车窗，着急的对他喊刹车坏了。可这么大的风阻，声音怎么可能穿得过去？见我直接走了，白色轿车马上又追了上来。那男的气疯了，明明是他龟速行驶和故意刹车吓唬我，可现在就仿佛是他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对我竖中指。他一踩油门，再次冲到我的前面，这家伙竟然想在高速公路玩别停。没素质的司机上路，往往代表着将死神送去任何一个无辜的家庭。他车头刚挡住我，我就狠狠撞了上去。再次轰的一声巨响，他的车头被我干碎了，我车子冲了出去，巨大的力道让车身失去平衡。我迅速开启并线辅助，努力握紧方向盘。速度越快，越不能惊慌失措，一不小心打歪了，我们马上就会车毁人亡。老婆坐在后面，吓得大哭，这种人怎么被我们遇上了啊？我内心简直想把这个车主扒皮抽筋。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都在车上，我们正命悬一线，他却不会觉得自己错了，他只会觉得是我们恶意追尾和肇事逃逸。果然，白色轿车很快再次追上来了。他车头明明都被干碎了，可他却还不愿意放过我们。我的车速只能保持在100公里，他往死里踩油门，冲到了我们前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顿时预感不好。忽然，他的车窗打开了，从他的车里丢出了一桶刚吃过的泡面，直接砸在了我的挡风玻璃上。泡面汤直接糊满了我的玻璃，让我完全看不见前方。我飞快启动雨刷，但是我的车窗糊上了一层油膜。在这一刻，我们的生死交给了上天。前面的任何东西我们都看不清，油膜是越刮越脏的，我只能先把泡面刮掉，剩下的自然封钱，这样能让我勉强看清前方。老婆坐在后面哭得发抖，但她还是很快就拿起手机给交警打电话。我和我老公在高速公路上，我们刹车坏了，有一辆车故意刹停我们，还拿泡面泼我们，求求你了，警察，救救我们一家吧！老婆抹着眼泪，将手机连上了蓝牙，哭着说：“老公，警察要问路，可我不知道在哪儿。”连通蓝牙后，我说：“我们刚过黄家墩高速出口，往城南方向。”警察问：“你们的车身颜色、车牌号是？”我说：“磨砂灰，车牌号是72732。”我们马上封锁前方相关高速入口，并且派警车护道。你是否能看清旁边捣乱车子的车牌号？我们联系他，马上远离。我没记住他车牌号，目前看不见。对方与我并线行驶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查各个监控。你们先保持行驶。我吞了口唾沫，问出了我最在意的问题：我距离最近的避险车道有多远？那边沉默几秒，最后说80公里，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们。刹那间，我心如死灰。80公里几乎贯穿了2座城市的距离。白色轿车还在和我并线行驶，车主一直在对我大骂。我听不见他在骂什么，但我知道一定很难听。最重要的是，前面已经开始出现应急车道。这个时候，我要是能变道去应急车道，会大大增加我们一家人的活命机会。问题就是这台白车，他用同样的时速挡在右边，让我根本就没法变道去应急车道。老婆坐在后面，她擦去眼泪，忽然解开了安全带，说：“老公，你开并线辅助了吗？”开了。你赶紧出来，我和你换位置。我抬起头，通过后视镜，死死看着老婆的脸。她哭着说：“后排更容易活下来，你让我开车吧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紧握着方向盘。她还在恳求我换位置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和女儿怎么办啊？我也赚不到多少钱养女儿，你活下来比我更好。我回过头看了一眼女儿，她还在咿呀学语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场危机。她拿着小饼钱，开心地晃着小手。我挤出笑容，对女儿说：“宝贝，叫爸爸。”她还从来没叫过爸爸。如果我今天会死在这里，至少我想听她喊一声爸爸。女儿对着我咯咯笑，晃着小饼钱，嘴里叫着阿噗阿噗。见我还不换位置，老婆急忙来扯我衣服。我鼻子一酸，小声说：“不要拿宝宝找借口，你听好。”我擦去眼泪，说话都有些呜咽。我一辈子都不相信有鬼，但如果还能遇见你，我希望有来生。老婆呆呆地看着我，可紧接着我心里一紧，因为白色轿车再次从右边车道超车了。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可他的任何举动都让我很紧张。我知道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人，敢在超车道龟速行驶的司机，要么是蠢货，要么对生命没有敬畏。
从这人的举动来看，他对生命一丝敬畏都没有。他的车窗又打开了，一个东西被丢了出来。我还没看清那是什么，我眼前的车窗就直接被干碎了。老婆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。我扭头一看，呆愣住了。一个螺丝刀从挡风玻璃干进来，它不只是打碎了我的玻璃，同时在时速100的巨大力量下，直接整个刺穿了副驾驶的座位，狠狠钉在了我老婆的肩膀上。我回过头，只看见后座的老婆被螺丝刀钉在座位上，她捂着肩膀，血流如注。刹那间，我大脑懵了。我脑子里不停在想一个念头：撞死他。原本笑盈盈的女儿吓得哇哇大哭，我看向她，才发现一个玻璃碎片刺穿了她的小脸，让那小脸鲜血淋漓。老婆痛得要命，她脸色苍白，可一看见女儿受伤，她挣扎着抓住螺丝刀，用力一扯。她扑到了女儿身边，着急地说：“宝贝，不要怕。”老婆检查着女儿的伤口，虚弱的和我哭，宝宝脸被刮破了，有玻璃刺进肉里，我不敢乱动。我看着后视镜这一幕，我心如刀绞。就在刚才，我老婆在后座给我剥葡萄，我的女儿拿着小饼钱，开心的阿扑阿扑。可是现在，他们一个被贯穿肩膀，一个满脸鲜血。我告诉自己，要是我能活下来，我一定要宰了那个白车司机。右边的挡风玻璃已经被干碎了，随着我的车速，时不时就有玻璃碴子被吹进来。我开着车，满心都是恐惧和憎恨。我曾经看过新闻，有熊孩子往高速公路丢石头，石头不止把挡风玻璃干碎了，还让车上的人脑袋直接炸开，当场死亡。就在今天，我的家人也离这种恐怖的死亡如此接近。再歪一点点，那根螺丝刀就会刺进我老婆的脑袋或是心脏。如果车上只有我一人，我一定要撞死他。可现在我必须冷静下来，无论我的心多痛，我都要强行用理智压下去，保护家人的安全。正在这时，前方的白车忽然再次对我竖起中指。刹那间，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可行的方法。白色轿车总是喜欢跑到我前面丢东西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在他的车子后面，让他来替我开道？如果前面有障碍物，他肯定会先替我避开。如果他要踩刹车，那大不了就撞上他的车屁股，利用他的刹车和车重，强行让我停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要下高速，我跟在他后面的话，当他减速的那一刻，我就可以追尾他，把他往山崖下撞，保证我的安全。到时候有他给我当缓冲带，这也是能让我一家人活下来的办法。想到这个办法，我就咬牙切齿。我本来想要避开一切无辜的人，是他将我拉入更深的深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不如扯着他一起掉进深渊万丈，让他给我当个垫背的。想到这里，我马上把方向盘一打，跟在了白车后面。他估计没想到我会这么做，很快他就变道去左边，我也跟去左边；他变道去右边，我也跟去右边。原本占据主动的白车，现在开始变得十分被动。老婆也看出了我的意图，她捂着伤口，虚弱地说：“老公，跟进点。”我点点头，打起12分精神跟着白车。他似乎变得老实了，安安稳稳往前开。可是突然变故发生了，白车忽然猛地往左边一变道，那速度之快，让他自己都差点碰上护栏。多亏我本能把白车当挡箭牌，在他变道的时候，我也紧急变道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前面的道路上竟然有个大箱子，估计是某辆货车掉在路上的。这白车依然想害死我，他故意到这么近的地方才变道，就是希望我能撞上去，来一场车毁人亡。我后背发凉，继续死死跟着他开。这个做法很危险，但已经是唯一能保护我家人的办法。眼看我这么难缠，白车开始缓缓减速，而我又不能刹车，当然是直接撞在了他的车屁股上。我再次追尾，在追尾的那一刻，我紧抓着方向盘，而他也终于踩下了刹车。我松了口气，因为我的车速在明显变慢，从100码慢慢下降到90，再下降到80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应该可以利用白车的车重和刹车，让自己的速度越来越慢。我甚至都想好了，等我车速够慢了，我就直接撞出护栏，在较慢的速度下撞上树木，让树木帮我刹车。可是下一秒，白车又作妖了。当我把方向盘往护栏打的时候，白车忽然加速变道，我的车速也马上提了上去。我急得大吼：“抓稳了！”车子狠狠撞上了护栏。经验丰富的司机会让没有人的副驾驶来承受撞击，但是我不能乱动，我的家人们都在车上，我必须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扛。车子的引擎盖都被护栏干飞了，我用力把方向盘朝左边打，让车身紧贴着护栏，达到一个减速的效果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撞上树木的时候，那车速也将近有50公里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我努力把身体往后压，可在撞车的巨大惯性下，我还是克制不住身体前扑，安全气囊弹了出来，狠狠撞在了我的胸口，让我眼前一黑，差点喘不过气。我尝试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可胸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让我心悸，让我头昏，让我眼前发黑。我艰难的回头，想看看老婆孩子的情况。我老婆已经陷入了昏迷，而女儿还躺在安全座椅里，整张小脸都是血，对着我哇哇大哭。我从未看过这么揪心的一幕。我艰难的想解开安全带，但是刚才撞上的车速太快了，我的车损坏很严重，我的腿被死死卡住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白车也在前方停下来了。白车司机下了车，他翻过栏杆，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他不是第一时间过来救援，而是先拿出手机对着我们拍摄。他来到车窗旁，把摄像头对着我说：“看，就这个傻逼，在高速公路上乱开车，追尾了老子还想跑，现在被老子干服了。”果然，在他的眼里，他觉得我才是那个恶人。
我把车窗摇了下来，可我还没说话，他就抓住了我的头发，狠狠在我脸上抽了一巴掌。你继续狂啊！你不是喜欢乱按喇叭吗？你不是喜欢肇事逃逸吗？今天你碰上了我，那老子告诉你，我从来不会惯着你们这些垃圾。我根本没法说话，因为他拿着手机一次又一次往我的嘴上砸。他一边砸一边怒骂：老子让你追尾，老子让你逃逸，老子让你按喇叭催人。我难受的吐了一大口鲜血。他这时候才注意到我老婆孩子在后面。他冷声说：原来全家人都在啊！你乱开车的时候，你家里人有没有劝你别作死？现在一家人整整齐齐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依然没打算救我们，而是走到旁边的石头坐下，淡淡的说：行了，你等着赔钱吧。我又往旁边呸了一口血，虚弱的说：我刹车早就坏了，我按喇叭不是催你，是怕撞着你，可你不避开，你还踩刹车吓我。啊，对对对，他漫不经心的说，你刹车早不坏，晚不坏，刚好在追尾我的时候坏。我知道，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他只会觉得我在撒谎，认为我在骗他。当别人铁了心要找事的时候，任何正当的理由都会变成借口。现在的我只在乎后座老婆孩子的安危，因为我注意到车子已经开始冒烟了，我很担心车会着火。我使劲把腿往外拔，但是操控台把我的腿卡得好紧。我腿没事，问题是我拔不出来。我尝试把座椅往后调整，问题是我身后有个安全座椅，正好挡住了我的椅子。如果我再往后调整，就是压在了女儿的身上。那白车司机见我还在挣扎，他哈哈大笑，看你现在什么德行，一开始你为什么要狂呢？我怒吼，你能不能先叫救护车？我老婆孩子在车上啊。他耸了耸肩，很无辜的说，死了就死了呗，那是你老婆孩子，又不是我老婆孩子。他又拿出手机对着我拍摄，嘴里还说，看看这垃圾的车开始烧起来了，等下全家人都烧死了，这就是乱开车的报应。我心急如焚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家人们真要死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老婆忽然动了一下，他迷迷糊糊看着我，虚弱的说，老公，我听见他在喊。我激动的说，老婆，车要着火了，你先抱女儿下去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因为右边肩膀被螺丝刀贯穿过，现在的他只能用左手去解女儿的安全带。他好不容易解开之后，着急的问我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我卡住了，你先带女儿出去。老婆不敢在这个时候怠慢，她单手抱起女儿，用力拧开车门，总算是下车了。她下去后，哭着和我说，老公，你也下来。车头已经燃起了火焰，我使劲用力，却也于事无补。老婆急得对那白车司机说，你愣着干嘛啊？这都是你闹的，为什么不救人啊？白车司机瞥了我老婆一眼，然后慢悠悠走到了我车前。他忽然掏出了烟，咬在嘴里，然后他低下头，用我车头的火点燃了烟，嘿嘿笑，下辈子好好开车。说完，他潇洒的转身就走。老婆急了，赶紧先放下女儿，去扯他胳膊，你为什么不救人？你要害我们一家多少次？白车司机突然狠狠一耳光，抽在了我老婆的脸上。我老婆被打得摔倒在地，而白车司机指着他的鼻子骂，因为你全家都是垃圾，你们一家都是马路上的人渣败类，老子今天救了他，以后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家庭要被他害死。老婆捂住脸大哭，我们是刹车坏了，你却在前面故意踩刹车。白车司机不耐烦地说，你们不是刹车坏了，你们是做人的良心坏了。我眼看着老婆挨打，心里的憎恨到了极点。这时候老婆还要跑来救我，我着急地说，别管我，你顾好女儿。现在女儿已经不在车上，我不用担心会压到她。我坚持着把座椅往后压，安全座椅和驾驶座椅互相碾压破损，逐渐给我的腿部留出空间。那白车司机还觉得不解气，他突然抬起腿，狠狠踹在了我老婆的脸上，怒吼，你们一开始不死命按喇叭，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？老子最烦别人喇叭按个不停。此时此刻，我的腿终于可以动了，车子也燃起了熊熊火焰，我感觉烫得厉害，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。那白车司机看我这么狼狈，他哈哈大笑，乐死我了，畜生东西，以后还敢不敢乱开车了？我喘着气走向白车司机，他得意洋洋地说，我可告诉你，等会儿警察就来了，你涉及肇事逃逸，你等着玩玩吧，我会好好告诉警察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。我没有理他，而是蹲下身查看起了女儿的情况。女儿眼泪汪汪，满脸是血，可她现在没有哭了，看着我走来，她忽然对我伸出了两只小手，要我抱抱安慰。这个画面对我来说比哭还要痛彻心扉。这个时候，一台路过的车停到了我们身边，那司机问我们没事吧，要不要帮忙？我感激地说，麻烦你把我老婆孩子送去医院。对方连忙表示没问题。白车司机还在对我嘴臭，兄弟别帮忙，这一家人没教养，你要是送他们去医院，他们马上逃逸。我冷冷地说，我不上车，我留在这。刚才我就告诉过自己，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要扒了这个畜生的皮。但我是个理智的男人，我不会在老婆孩子在场的时候和人起冲突。这个后来的司机是个好心人，连忙安排我老婆孩子坐车上。我感激地说了声谢谢，请他送人去最近的医院。老婆摇下车窗，担忧地和我说，老公，我温柔地说，没事，我留下来处理，你别担心。老婆摇摇头，她哭着说，老公，打他。我笑了，以往遇到任何事情，老婆都会劝我冷静点。今天她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命令。我摸着她的脑袋，轻声说，好。他们启程了。我看着车子开远，转头看着白车司机，他还拿着手机对我录屏，听到了吧？这对夫妻还说要打我，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自己错了，还想用暴力来恐吓我。我不明白这个时代，为什么发生点事情就要拿着手机对人拍？难道觉得谁拿手机谁有理吗？我走向白车司机，他冷笑着跟我说，你动我一下试试呗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敢动我，
我就直接往地上一躺。我问你为什么要在高速公路的超车道开70多迈？他不耐烦地说，你管得着吗？现在是你追尾我并且逃逸了，我是站里的，你打我呗，你不站里还打我，正好我想换台奔驰，赶紧动手，别废话了。我把自己的手机丢向了司机。他问干什么？还想用手机砸我啊？我说上面有我和警方的通话记录，就在我们追尾的时候，我刹车坏了，和警方求助。他看着手机屏幕，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我说我没有肇事逃逸，反而你一直在马路上和我飙车，故意刹停，而且朝我车上丢东西。你在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，涉嫌危险驾驶和故意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去坐牢了。他不敢置信地操控起我的手机，呆呆地说这。我走到他的面前，直视他的眼睛。白车司机吞了口唾沫，说等一下兄弟，好像是有误会，我当时刹车也是有些不对。我摇头说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刹那间，他脸色巨变，吓得烟都掉了。他急忙往后撒腿就跑。但这里是防护栏里的绿化带，他怎么可能跑得快？他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，而我已经追上来，抓住了他的头发。我冷冷地说：“考过驾照吧？长按喇叭除了不礼貌，还代表着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提前预警。”我怒吼：“你这耳朵如果不喜欢听喇叭，那干脆也别要了。”我把他的脑袋摁在了地上，他疯狂反抗，而我已经捡起燃烧的烟头，狠狠对进了他的耳道。在烟头的烫烧下，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声，身体不断挣扎扭曲，而我抓着烟，使劲在他的耳朵里扭动，怒吼：“既然你知道是提前预警的意思，你在这里装什么装？”他哭叫：“放开我，快放开！”我怎么可能松手？白车司机使劲要推开我，但我已经整个人压在了他的脑袋上，狠狠整着他的耳朵。他痛苦的惨叫连连。我冷笑道：“你不爱听喇叭是吗？老子让你听个够！”我把他拖到了白色轿车旁，然后打开车门，冷冷地说：“左耳烫聋了没？另一只耳朵也别要了。”我抓着他的头发，狠狠砸在了方向盘上。白色轿车的喇叭顿时响起，他的脑袋被我摁上去，强烈的喇叭声让他难受大叫。他开始抬起脚踹我的胸口，想要把我给踹开。我很痛，但是我没退让，我任由他一脚一脚踹在我的胸口。这份心悸远远比不上刚才高速公路上带给我家人们的恐惧。既然他想踹，那就踹个够。我也抬起脚，一次次踹在他的头上。刚才他是怎么踹我老婆脑袋的？现在我就10倍、100倍、1000倍还给他。他缩在方向盘上，不停地大叫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我完全不在乎他的求饶，因为就在刚才，他差点要了我全家人的命。我真爱的家人们险些丧命在这个畜生的手上，我不会有一点心软，我不会有一点仁慈。我的脑海里只有老婆流泪的画面和我家女儿满脸是血，对我伸出小手要抱抱。你刚才丢螺丝刀和泡面是吗？来，你东西还有没有？我翻着他的车子，真在副驾驶的抽屉找到了泡面和扳手，螺丝刀早就被他丢出去了。他着急的大叫：“别乱来，会出人命的！”我问：“你在高速上朝我丢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会出人命？”我拿起扳手，想起老婆的肩膀被螺丝刀贯穿，我就狠狠砸在了他的肩膀上。我听见了骨头断掉的声音，即使他犹如杀猪一样在惨叫，我也听到那声音了。他全身像蛆一样扭动，这就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镇扎方式。我不慌不忙，又砸在了他的另一边肩膀上，两边肩膀都被打断，他痛得昏死了过去。我一言不发，只是拆开了泡面包装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很喜欢吃泡面是吗？来，我喂你。”白车司机昏倒躺在地上，而我拿起车上的半瓶矿泉水，把辣油和辣椒粉倒在了瓶子里，用力摇晃均匀。随后我摁着他的脸，把辣椒水往他的鼻子里面灌。原本昏死过去的白车司机，在这剧烈的刺激下，顿时又醒了过来，痛苦的使劲咳嗽，想把肺里的辣油咳出来。我怒吼：“谁让你咳了？”就如同他刚才用巴掌抽我的嘴一样，我狠狠把扳手砸在了他的嘴上，他的牙齿顿时被我打断好几颗。他倒在地上，不停地抽搐、咳嗽，咳出来的不只是辣油那么简单，还带着血。我踩在了他的脑袋上，认真地说：“有一句话我要还给你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人渣败类。你在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，占据超车道，而且故意刹停后方车辆，还往外抛物。如果我今天这么轻松放过你，那你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无辜的人。”他艰难地想爬起来，但他现在已经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要把每一笔账都算回去，现在还有一笔账没算，那就是我家女儿的小脸。我抓着他的头发，将他扯了起来。他痛苦地喘着气说：“别打了，再打我就被打死了。”我轻声说：“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”说完，我就抓着他的脑袋，狠狠砸在了车窗上，1下、2下、3下，车窗终于被干碎了。他满脸都是玻璃碴子，带着鲜血，最终软软的跪在了地上，与我恳求：“我错了，对不起。”就在这时，我听见远处传来了警笛声，我蹲下身，拿了他一根烟点燃。我坐在绿化带上，靠着树木，听着警车声越来越近。这时电话响了。我接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了老婆的声音：“老公，我们到医院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轻轻地说：“你和女儿都还好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听。”电话那边有些吵杂，我听见老婆在鼓励：“女儿，你再叫一声，像刚才那样，再叫一次。”我听见一道很温柔、很稚嫩的声音，轻声的叫：“爸爸。”这一刻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终于落下。其实刚才我就好想痛哭一场，我好怕，我好慌，但我都死憋着，硬扛着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没忍住，坐在地上尽情哭了出来。那一声爸爸很稚嫩，叫得很不熟练，但我终于听见了。我说：“警察到了。”
我可能要进去蹲几年。等我。你打他了吗？打了，放心吧，我挂断电话。警察终于来了，警车行驶到我们身边停下，见到这一幕，他们都愣住了。一个警察忍不住说：“不是刹车坏了吗？怎么看着像打架了？”白车司机躺在地上，哭着说：“警察，救我啊！”我摊开双手说：“抱歉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”我坐上了警车，我被送到了警局。警方告诉我，他们早已经在前面关闭了所有入口，而且备好了警车护航，只是没想到我们在半路上闹起来了。幸亏警方是前后一起来寻找我，所以才能早点赶上。我老婆被平安送到了医院，母女都没什么事，尤其是贯穿了我老婆肩膀的螺丝刀，幸好没伤到重要神经和骨头。那白车司机很嚣张，他在经过救治后，强烈的要求一定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经历过的人都懂，他这只是想要更多的赔偿。于是我顺了他的心意，我告诉警方，没事啊，该判就判，我1分钱都不多赔他的，我们各论各的，一起坐牢。在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，白车司机那边慌了，他们组织了好几次谈判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最后白车司机急了，甚至提出了双方两清，谁也不要赔偿，谁也不起诉。可惜的是，我依然拒绝和解，我的意思很明显，一起坐牢得了。白车司机的家属慌了，问我到底为什么不和解？难道坐牢很光荣吗？其实没为什么，仅仅因为我是小作坊的老板，虽然我赚钱不多，但我进去了，我的小工厂依然在开。可白车司机不一样，我得知他是单位高管，这下他什么都没有了，谁会聘用一个罪犯做企业高管呢？工作也没了，前途也没了，说出去也不好听。最终法院判决下来了，白车司机涉嫌故意伤害罪、危险驾驶罪、交通肇事罪，被判处3年。得知这个结果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正因为早知道他会被判得很轻，所以我才会动手打他。我打碎了他2边肩膀，烧聋他1只耳朵。正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结果不会解气，我知道危险驾驶罪的惩罚很轻，除非造成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，否则无论行为上多么惹人生气，最终也就是判个拘役。甚至他那交通肇事罪，也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我的家人，是因为这家伙被交警判全责，而且他涉及危险驾驶，保险公司拒赔，我的车子损失超过了30万元，他无力承担，所以才有了这个交通肇事罪。有时候犯法的成本真的很低，社会还在进步，只能期待以后法律更加完善。他差点害死我的妻儿，我不想让他只接受法律的惩罚，我还要让他承受我的怒火。相比之下，我本来会被判得更重，但是法院考虑到了当时我妻女的生命遭遇威胁，最终也给我判了3年。我还行，我在监狱里可以写信，老婆会带女儿来看我，还会写信问我厂里的事情该怎么处理，我都一五一十告诉她。生意伙伴们听说了我的遭遇，也都让老婆给我带话，让我别担心，大家肯定好好照顾我家订单。虽然我入狱了，但我家的经济生活没受到什么影响，我只是很想我的老婆孩子。老婆来看我的时候，她说白车司机那边很惨，他公司当然是开除了他，没有赔偿金，家里的房子也因为还不起贷款，急售卖了，一朝回到解放前。因为他被判全责，他家现在很落魄，毕竟栏杆等赔偿金额可不是小数目。据说现在他老婆孩子都跑了，真沦为了孤家寡人，啥都没了，还欠一屁股债。我听后只是笑了笑，让老婆等我改造。他温柔地说他等我。我在牢里表现得还不错，2年10个月后我就出狱了。出狱这天，老婆和女儿来接我。这2年多来，老婆一直在给女儿看我照片，教导爸爸的事情，所以女儿也不怕生，她一见到我就朝着我跑过来，伸开双手喊我爸爸。我一把抱起她，在她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，温柔地说：“爸爸回来了。”我转头问老婆：“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们有被欺负吗？”她说：“你的事迹这么勇，谁敢欺负我们啊？对了，那白车司机也被放出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自杀了，啥都没了。活不下去，真是个笑话。”是啊，挺好笑的。我抱着女儿上了车，摸摸她的脑袋，温柔地说：“再叫一声。”她在我怀里甜甜地叫：“爸爸。”真乖。